慳錢係基本，慳力至係關鍵。SoSIM俾你一個賬戶管全家，先至真係幫到你。想點用？彈性又得，簡單都得，兩種一齊用都得。用朋友幫，可將獨立 SIM 統一管理，又俾到個人使用空間。附屬 SIM 就最簡單，主卡管理，副卡零通知、零查詢、零誤按，真正零麻煩。獨立 SIM 管理，一個賬戶睇晒全家餘額同到期日，邊個需要充值，一撳搞掂。最好用係優惠券，可以1蚊轉俾家人，至慳家。仲可以用電郵收 OTP， 搖佢都幫到家人。獨立 SIM 可以用到唔同計劃，例如悠遊360，俾長者中港台澳任中橫。安心網課就限制數據用途，家長放心。SoSIM 仲全面支持唔同智能手錶，點用都得。附屬卡就係終極懶人包，所有管理同通知，主卡搞掂，副卡純粹使用，絕對零騷擾，零誤按，真正零麻煩。無論你係操縱型定係簡約型，SoSIM 都幫到你。繼續用超值價格，體驗SoSIM嘅貼心服務啦！